家扶基金会调查指出，讲经济弱势家庭有将近5成7个家长拢爱靠借钱来过日子。卫生福利部是指出，讲民众若有需要，会当向各地公所来申请急难救助金目，国内有260间食物银行会当来提供生活的物资。国内物价起，毋那是弱势家庭特别有感觉。一般领薪水的家庭，生活压力也袂小，连带做工业也救水。家扶基金会长期推动的国内领养制度，每一个囡仔逐个月1000块。过去领养情况稳定个养育，却也因为通膨，5、6年来头一摆出现欠领养人。在去年，我们曾经有短缺过认养人。那在大家的支持下，我们也努力的宣导，让更多人来参与这个认养扶助行列。好在在家扶基金会拍拼之下，几个月了后，这个问题已经回稳。家扶基金会表示，因辅助全台2.5万户的贫困家庭，发现有超过1/3。拢无福利身份，若是居住环境遭遇困境，面临的生活问题更较实际。家扶基金会针对无低收甲中低收社福身份家庭做调查，发现有9.4%的家长烦恼收入无够用，也有26.4%的人节省餐费，另外也有26.9%的家长烦恼伙食费无够，甚至也有5%7%的家长爱借钱应用生活需要。父母亲因为贫穷而吵架争吵的时候，这孩子会成为目睹儿童，所以他会成为一个就是心理创伤以及家庭的一个压力，然后导致这个孩子成为焦虑世代里面更大的一个隐忧。针对经济弱势的民众，若符合资格，可以请领低收入户的生活补助。那法规也有明定，补助的金额要定期参照物价指数的成长率来调整。那113年已经有调整增加。卫福部表示，针对近贫家庭，拢会当到各地区公所申请急难救助金，也是到食物银行申请所需要物资，缓解生活所需要。不过通膨带来的，那是经济问题，也爱照顾家长的心理健康，才会当避免造成囡仔心理的压力大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